人類食之善惡果，真正發生咗乜？創世紀第3章第5節，蛇講咗一句好關鍵嘅話：你哋食咗就會好似天主一樣，知道善惡。重點唔係知道，而係好似天主一樣，即係話人唔再信任天主定義善惡，而係自己做最終判官。人類食咗天主唔准食嘅果子，好多人以為結果只係犯錯受罰，但唔係。真正發生嘅係人類決定自己定義善與惡，從此天主點睇變成我覺得點，關係退位，標準上位，信任退位，指責出現，人開始遮掩自己，指責對方，推卸責任，食之善惡果。唔係人變聰明，而係人開始用自己取代天主。